请讲师慈悲，前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大家好，请坐下。给自己掌声好不好？对，辛苦啊。对。来，早上起来做早操，会不会来给？开始，早上起来做早操。我们在上课啊，虽然很多时候很多的花样都不需要，但是，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像进小学，有些课、有些活动它其实是简单的，但是他会看到，这个甜甜妈妈对我们真的是真爱我们哦，真的很用心哦。所以呢，接着下来后写又有花样，你看，跟数字有关系啊。今天如果你的数字是幸运啊，幸运的那个幸运号码哈，你就可以将后学的这一个哈，慢慢下电好像要过去，可是我觉得它也超好用的，有用过吗？它可以用插电的，没有电力的时候可以插电，然后呢，出门女生最喜欢的补充什么水分呢哈，可以压出来，它里面哈非常的好用哦。来，请问我们都有那个什么，都有手机嘛，对不对？手机号码的尾数，后学的手机号码尾数哦，比后学大的请站起来。我的是6号，我的最后是0956473066，6号的请站。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几位而已啊！你也杨氏也要猜，好来，请出列。检查是要跟他们一起猜拳吗？好，来，请出列，来，请来这边前面。等于6啊！为了时间，等于6就直接淘汰了，想要吗？如果学生有这样问你的，因为学生其实很渴望。好啦，等于6的那6也出来，有没有6的？跟我一样是6的，请出列，来这边就是他。好来，我们时间掌握一下哈。这个也是在班级上哦。你看你那个班级，好，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全班几乎都出来，因为刚刚是100位啊，直接来50位淘汰了哈。好，围个圈好吗？速度很快，围个圈。好，围个大圈，围圈。好，黑白什么？这个要带读经班一定基本上要嘛。虽然我今年50岁了哈，带7年班也要会用的。黑白书家正立，这样的就出黑跟白哈。不管你是黑白都可以出，但是最多的人就是我们是最多的胜出，好不好？最多的留下来，少的就退出，这样好吗？可以吗？预备，开始。黑白家的胜利。好，自己看一下。白的多，那少的请退出，请回座位。好，再往前，再来，预备，开始。黑的多，那白的请出，减退哦。哇，你好像很无心哎。这个时候已经退到人少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就黑跟白嘛，很容易淘汰。不管你100个、1000个都可以玩了。那现在这么少，可以做什么？就剪刀石头布。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没有，剪刀石头布。有，剩下4位。然后呢，这个时候在班级还可以玩什么？偶尔1个月可以玩1次，不然会闹哄哄的哈。来，比如说班上30个同学，来，你觉得他会赢的，请站他后面。然后你觉得他会赢的，就全部压站这边。然后你觉得他这个学长会赢的，不好意思，真的要带赖学长哈。好，就压班上哦。然后压对的那个，因为甜甜老师会准备奖品，所以呢有很多就是一些的小活动，但是哦。这个是大方向还是来读经啊？这个是1个月可以玩1次啊，他们会很期待。好，来预备，你们都知道谁会赢吗？那一组的来，有没有你们那一组的？呼喊一下好不好？哦，有，丁丁哪一位举手？当他呼喊你要举手啊，不然来这一组的。怎么都你们这一组啊？不好意思，我以为他乱呼，不好意思，我们呼不是。哦，这样好不好？来，好，来预备，这一组。
成有希望。哦，后学常常说，当你有苦的时候，不要自己伤心难过，心灵分享，不要自己闷在家里，绝对不能解决事情。跟夫妻的事情也不要自己想，想都是空想，找先生来谈谈。跟公婆的事情也不要想，去做就对了。但是如果真的走不出去的，佛堂其实最好的地方，跟上天老母，把你的心事讲给上天老母。哇，讲到你哭天哭地，讲完之后你心情就好，因为上天就帮你承载了这些力量。但是重点是你要走出去。好，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哪一组？哎，哪一组都没有欢呼哎。好，我们来一个爱的火花好不好？爱的鼓励声，预备，爱的火花。来，哇，好棒啊！来，恭喜，大卫要回去试看的，没有收。还有奖。OK， 来个赞。好 ，OK， 谢谢。好，我们呢接着下来是今天的这个心灵分享跟那个交流嘛哈。我们的时间是到3:20哈，晚上课刚刚有比较晚上课，但是要准时下课了哈，对我们是很大的福利，对不对哈？好，要分享之前呢，后学要报告是从后学还没有结婚呢，就到佛堂。那么这一路来，禅师所教办的事情，从来没有说2字。包括后学要接理事长的前一天，要选举的前一天，我们最尊敬的检点禅师要下重音，还有我们的总干事，来到后学的家里，那时候是晚上的9点。那既然椅子拿来坐，照理应该是跟后学谈啊，你来接下任的理事长。其实因为后学一直来接的工作就是教学组，就是这些的带动的方式的，从不会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在累积经验，把它做成了这些的教案。那到四处去分享课程，点传师非常有智慧，跟我们的总干事，椅子拉着去的椅子哈，就像这样椅子是拉到林学长的椅子的前面，2个人对他1个人。他跟林学长说：“我们下一任理事长很想推田妹来担任哦。”然后姐其实很感动的，就是谢谢李安师的重用也跟提拔，更谢谢后学的这个修道家庭，因为这个林兄很可爱的告诉李安师说，第一点，只要后学接这个任务，他是快乐的。第2点，他是非常的就是很健康的，就是平安的意思就对了。平安当然可以接任何的工作嘛。所以这一路来，其实后学真的是很感恩。每一个人来到世间，后学为什么在古今教育的开头要这么说？我们没有办法重新选择我们降到哪个家庭，但是从今天开始，你绝对有办法决定你人生未来要怎么走。或许未来有碰到了很多的波折跟荆棘考验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突破。因为唯有突破，你才会看到黎明那颗曙光的美丽。那一刻是要等待的，如果你没有等待，你绝对看不到那非常美丽的太阳正在迎接你。我们要承受住，你看一只蝉，它要承受住，它要从土里面蜕变成蝉的那个过程，在土里面要多久的时间？所以后学相信，我们今天在座都是道场的人才干部。那后学看到了这些的问题后学觉得它真的是个大问题。可是后学告诉自己的心得，那一年妈妈生病的时候，问了很多的求神拜佛，真的求过来的时候，送到了台大医院医了非常多的钱，医了那时候的100多万。我记得每次要上学去学校的时候，要走1个多钟头到了我们的学校定光国小，走路走了6年。每天要上学的时候，总是那时候也还没安佛堂嘛，或许是高中毕业才求道就会跪在那个山坡上呢，摘了2片扶桑的叶子，
跟上帝说：“我的妈妈会好吗？”当叶子是正面或是反面的时候，后学泪就流了满面。然后呢，当叶子呢以正义感的时候，后学非常的欢喜，说：“妈妈的病终于有救了。”那一天的上课，我一定非常的发心。后学小学老师，他叫刘敬德老师，他生了2个儿子。当我妈妈生很重病的时候，他们以前呢都要加码嘛所以呢，他就跟后学说：“你不要怕，你不要难过，将来我要把你认养为我的干女儿。”后学心里想，后学不会表达，心里想：我才不要你做我的干爸，因为老师很严，我们老师非常的严格还记得有一回忘了戴帽子，很多同学忘了戴帽子。那个时代，老师既然前面写吴甜妹忘了戴帽子，后面写吴甜妹明天戴帽子，就这样入队走了一个钟，60几个人的入队走回家，大的整村庄的人都看到了没有戴帽子。那今天事过境迁的现在，我们这一些的同学呢，在社会上虽然不能说大有所为，但是对于社会该尽的责任，他都承担起这样责任，而没有造成社会的另外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们在想，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经过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有幸能得到三宝，又能进到这样的一个殿堂里面，那我们更应该要好好全福音，要好好来认理而修，这样我们才能返璞归真，然后归根复命。后学进到道场，第一个使命除了道经义之外，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到学长说他过几天呢要到花莲去帮我们单位的一个阿爸要去做操持，就是告别式的操持。那后学印象深刻的，后学就在佛堂我们有成立一个诵经团，那时候后学未婚，也就开始教我们的学长来诵经，弥勒经、清净经跟清净经跟心经要拿木椅跟柳音。那也是后学看着这个谱，没有请教任何一个老师，听着音乐然后去做带动。其实道场很简单的，平凡之道，它不求你有鼓有音乐，有特别华美的可能古筝的伴乐，有扬起的美，没有。你只要你有心，还有加上一个木椅，你就可以带动整个道场的诵经的护持力。那后学嫁给了林学长之后呢，印象深刻，怀着肚子。我们一般的女孩子都会禁忌说，怀孕的人如果碰到丧事，尽量怎么样避开，不要去，会爽掉，对不对？后学不是不信，后学相信上天，我们只要有正信正念，上天都会保佑我们。所以呢，还有后学曾经也听过说，去怀孕的人呢要绑红带子才不会怎样，婴儿才会爽的那偏偏后学怀3个只要道场或是其他的道场愿意需要后学要去诵经，带着的学长去助念的时候，后学一定是拨时间前往的。因为后学来到花莲，人生地不熟，就是因为道才会认识每一个道场的前贤大德。因为花莲县读经协会，它不是只属于一个单位的佛堂，它是来自于比如说新义单位，来自于中树，来自于宝光崇正、宝光建德、宝光绍兴、宝光义山，这样集结而成的一个读经协会，所以有这么多人普照。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其实现在的后学是觉得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我们可以去网络寻求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这是第一时间。第二个事情就是遇到困难绝对不要自己在家里空想。第三个，如果跟你并肩作战的好友，突然有一天他对你说话态度在道场一样指责你，不赞同你的想法上，你也不要觉得退缩。为什么？因为至少今天他愿意给你建议的人，表示你在他心里占有很重的地位，他才愿意跟你提醒，他才愿意跟你提点，不然你永远不知道您的错是在哪里。像我们的读经班刚刚后学成立读经班很重要，老师每个月定期都有开会，然后
有时候可能会增加临时会，下课的时候9点半到10点开临时会议。然后呢，召集读经班，好像这个时候五股宫亲子读经班，因为那时候是习珍为立委，他还在做立委的时候，他就是跟后学说，你要在那个地方要成立一个读经班哦，所以这个是习珍为那时候是立委，然后包括稻香国小的校长也立委，还有那时候的议员游淑珍议员哦，那是现在的乡长，也是我们点传师的后续，因为点传师哦，在前不久哦还帮他点到开智慧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筹备会及说明会，这是私塾读经班的招生简章。那这是上课期，目前呢，这一些的小朋友几乎都已经在嘉年华的活动里面都成为我们的道亲了哦。那刚开始这些家长，当然他不是读经的老师，只要有培训，我们一定会跟他们分享，所以请他们来培训，家长就变成我们的读经志工。那这是在前年呢，我们成立读经班之后，在这个地方也举行了跟稻香国小训练这些学生呢，请台北的老师来训练做祭孔的这个活动哦，祭孔大典的一个活动。那期末的颁奖哦，那这些尤其在这个读经班哦，刚开始经费短缺的时候，可能承载的这些班主任们哦，就要负担一些的经费。其实这些奖品并不是很贵重，是你的一份心意。然后呢，还有五股宫这边呢来颁发这个奖状，前勤奖啊，还有好榜样奖啊，精进奖。然后户外联谊带着这些学生，说实在的，我们都这个年纪了哈，还带学生去带这些幼班的小朋友，你看去玩哦，还有大哥哥大姐姐哦，一起跟他们下水去玩水哈。这个时候就像道场所说的哈，我们要低声下气，要谦卑，才可以跟他们连成一线。好，为什么要到学校做志工啊？因为我们相信施比受更有福。然后在这个学校的过程才能广结善缘哦。所以刚刚后学有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如何读经这么好，要如何将校长能认同，然后呢引领这些的老师呢也能就是参与读经哦。后学强调的哦。进到学校后学在民意国小已经将近快15年以上的时间，包括不管换了这中间历程换了3位的校长，很感恩的就是这3位校长，不见得每一所，虽然我们前花莲县是推动读经哦，不见得每一所的老师校长都认同哦，也不见得每一位校长都推，为什么？后学有讲真打一下为什么？因为考虑到政党有政治化，有去中化，很严重吧？真的，这个是你很难过的地方哦。他因为政党的不同，他就不推读经哦，他不会想那么多，读经读得越好，对孩子能饱读诗书啊，不是很好，不然哦。所以呢，我们唯有的时间就是用时间来赛跑。用你的真诚真意，从1个班扩大2个班到3个班到1个学年，所以学年的老师我们要发，比如说我们花莲县的准考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后学去发哦，像民意国小特例来讲哦，是请主任昭告天下，1600个学生发简章给1、2年级的学生哦，1个学年300位学生，2个学年600位学生，然后3年级以上不强迫你参加，因为这是。不是县政府办，这是私塾单位办的啊，所以发了这个报名表。那谁收报名费？早期就是这些老师要批资料，就这些老师批到反弹。为什么？我教书都来不及了，还要叫我批这些资料，太忙。后来最后就变通的方式就是报名表学校帮我们发，我们负责把报名表收回来之后，文书打电脑很快，他负责报名张数啊，报什么弟子规这些的，由文书组来批资料。那这些的学年老师哦，很棒的地方就是他会帮我们布达，然后老师主任甚至在教师会100多个人会议上还会提，花莲县读经协会即将在11月17号办理第14届读经会考，希望老师鼓励孩子们报名。这个要走到这个阶段，其实要到学校推动读经，找1位老师做1个点，再推几面，再推几线。
从一个老师来影响，要去琢磨，一定要划干净哦，要花你的时间。因为如果今天我们说渡人，为什么人会越来越难渡？渡人怎么渡不到？那或许为什么要去做志工？就是我们要扩充我们的外延。人有认识外延的，你才能加温我们的情感，你才有机会来度化他哦。那针对这个部分，这一位学长可以吗？还有没有？还是说针对这个部分有什么想法可以说？没关系的，请讲。这位学长让或学长回答可以吗？哦，如何应用读经的度化家长，如何开拓学校老师，然后参与读经这一块，校长对读经的认同，如何让校长也全校推动读经？写这一章的前写，那个吴老师在回复关于全校推动读经呢，因为在花莲来讲或许有强调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是前线推动读经，但是不见得校长他会很积极，最主要做这个推动的后手是主任，很重要。主任就像我们的所谓的总干事、秘书，他是要推动底下的事务，那校长做监督的工作所以这一块是需要时间。能的话，我们都常常做这个动作，拿了你要做的方案比如说你要的这个手册，你的计划案，你即将很希望在贵校推动读经，有10位的志工愿意进来这所学校，那大概承接时间礼拜2或是礼拜3的时间，你把你的计划案就跟比如说跟主任，你可能跟里面的一位老师是跟主任特别熟，你就跟他敲定时间，特别专访去拜访校长，敢吗？敢去做陌生拜访吗？后显佩服那个基督教是摩门教的，他们也从美国过来没有？就叮咚，然后你跟他说看到是外国人，然后就门就一关了，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勇气？我们何况到学校一样就是到学校，我们也就是做这样的动作，真的要跨出这一步，不要一个人去，一定要带一群人。为什么？人多势众，很重要好，那么应用就是度化家长这一块因为OK， 好，来继续第2个问题那进来读经班就是流动量真的高，学校的活动也多，致使于心思摆在读经班的几率降低，如何改善？这个的确是全部目前很多，因为第一个我们读经班没有收经费嘛然后第2点就是这个是普遍现在的问题，然后招收学生越来越少，也是现在的现象。但是后学强调的，我们的老师不要流失，老师是种子人讲以前古早人讲1000年的鱼卵100年的经济，1000年的种子，10000年的这个鱼卵它会经过造山运动之后，可能那个鱼卵就在中央山脉地方孕育了。种子也是一样，你埋在土里面，今年它不长出来，并表示这个种子不 OK 了就像后学的图片，现在是看到是白菜，它斑鳞之后，它可能来年白菜里面长出了很多的杏菜，因为去年是种杏菜，只是它时机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要用等待，要促成我们的所有老师的团队，不管是学生从20降到10位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及时的做检讨，但是老师的整个的水平跟素质还是要维持在某个阶段所以老师要不断的充实，不能只因为听一堂课，就像道场的课程，即便三好心法实在的意义，听了 N 遍的讲师，听了点传师慈悲很多次了，就不听了。后学认为每一次听，每一次时机点听的因缘所启发的感受力都不一样所以后学是觉得学生减少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老师要互相在一起，再来一起来激励，一起来研讨，再次出发，这样
那如何招到更多的学生？那如何增加家长对读经的认同感哦？其实，在今天后学的简报里面有提到的哦，很多的学生如果今天一窝蜂来了，那么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花样，但是要怎样留住这些学生，跟前面的问题是一样的。那最主要的应该不是这一些的学生，是这些的家长的认同。学生他要靠谁来载？家长。对，家长没有来，学生会来吗？不会啊，总不能都靠我们的老师。真的，我们老师后学曾经有在一个就是单亲家庭从国小再到六年级，到有一段路来回可能就是要1个钟头的时间。曾经有老师说，干嘛这么辛苦？他有阿公阿嬷呢，那我们可以，就不要载了。可是后学心里想，好在当时没有放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3位孩子都在社会上工作了，他在回馈的时候还感恩说，好在这6年的时间有在读经班，老师对他的点点滴滴，对他的人生是很重要的磐石我们强调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么如何招更多的学生？这个就是因地而适宜，看看当地是住在比较离台南市区或是台南比较偏乡的地方，以市区的点，那你设计的科目、设计的活动那看现在的孩子，或许强调的像共同教学啦你设计的课程可能就要比较用心一点，跟别人真的不太一样设计课程真的很重要，还有老师的质量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基本上这个是很重要的诉求这个是元素之一那这个真的看到这个题目好沉重。他说，家长愿意参与读经，但是却排斥一贯道，该怎么办？家长未参与、未陪伴对于过动的读经班的孩子如何带动走过了我们读经班私塾读经班走过了这么久，其实我们现在出去，人家都知道我们是后学是一贯道一贯道变成是后学的标志，后学之树，包括县长包括这一些的处长，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要办研习的时候，我们现在以前是在学校办民意国小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协办单位，稻香国小是协办单位，北昌国小是协办单位，他们愿意借场地给我们，当然我们要付费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后学把他拉来11道业办读经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让这些的上级长官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活动就是由一贯道来做。